第三题，阮种地图讲到福党界材料变做是sau果界芽，可能界原因是哪只？按你来看答案有写哪条？一、下有反驳进行；二、别位下主句；三、青材料下奉骗；四、下唔讲风采。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文章，哪里有提到跟sau果界芽有关系的段落？第二段开头，渐渐的，福党界材料面对猫儿变成sau果、硬土果、麦土果界芽，安样就下唔讲风采咧。所以，按你俩只答案，应该会先是下唔讲风采。第四题，作者认为偷摆界人，但猫了来带，可能会拄到乜界问题？按你来看答案界先测。一、答目违法强盗签；二、白条硬撑冇原性；三、董吃下台界风雨；四、开唔让下创界福党。本种地背有写到界，做起界人答猫了来带，为董吃下台界风雨，所以答目违法强盗签。两只按理就做唔得先。第二只白条硬撑冇原性，冇两种问题，因为猫草做界目唔会条硬撑，所以第二只先行做唔得先。第四章呢，开唔让下创界福党，该时节还望有牙做界福党。冇下创界福党，所以两题界答案会先三，董吃下台界风雨。